继续来到南投水里上安村的三步路梅仔区，这个梅仔花已经开5成，讲这个花会一路开到过年，等来至20天都是黄金的赏花期。 水里上安村的三步路顶有几片的梅区，最近已经开始咧开花。梅仔龙表示，受到冷气团的影响，花期会当延续到过年。拄啊开4、5成，啊今年的花苞特别多，所以讲花开起来你看特别水、特别旺啊。过来就是后壁遮吼规片安尼。这梅仔园上大的特色就是有几片40年左右的老丛，伫咧梅仔龙用心的照顾之下，除了树仔健康，花嘛开了真水，而且嘛少机会互大家。 正确的观念，花苞也是一样，太冷它也不会动，那太阳光一照下去，它马上就开了。不是越冷越开花，越冷越开花是错的。梅仔龙欢迎游客乡亲来免费看花，嘛来甲在地农产品捧场。上安村的梅仔园为即时开始，梅花会当开到过年的时，请大家就要把握这20天左右的黄金赏花期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